丹，你换好了吗？为什么换个衣服那么长时间呢？小丹，你怎么回事呀？哇，不是吧？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你还没换好呢？我觉得太暴露了。哎呀，过来，你听我说啊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穿个泳装很正常嘛。而且你的身材那么好，不用怕。所以啊，你赶快换，我们呀还等着泡温泉呢。啊，快点。眼光不错啊！别胡说，你不承认，跟我上吧！你敢？赶紧的呀，人求安慰着呢，快点！小丹，你今天真漂亮。你干嘛？哎，小丹，你干嘛去啊？你跟着我干嘛？不会吧？这叶玉虎这么快就被拒绝了？你觉得叶玉虎能成功吗？我觉得八成够呛。哎，你看，魏小丹都不理他。哎，这个你们就不懂了。这个年纪的女孩嘛，哪怕心里喜欢啊，也不一定说出来。咱打个赌，一言为定啊1000块钱。魏小丹答应你，滚一边去！想说什么？看见没？乐什么呢？看什么呢？啊，不看白不看嘛。你怎么跟钟丽倩一样呢？